多谢俊平，这个陈时中甲人伫小演疫苗采买争议也未煞，昨代表国民党代表这参选台北市长这个蒋万安伫网络节目中讲，伫后礼拜一讲要去告陈时中。针对这点，陈时中讲这是蒋万安伊本身的权利。针对台北市900万这乌心快胎这个代志，蒋万安讲要替人民讨回公道。伊也毋过无当这个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甲泼冷水，甲问蒋万安讲，迄间公司已经宣告破产啊，敢讲是要找讨巧的公司去处理。将共党的同志赵一翔甲摔倒在地，看这个办事需要小讨一个，因为陈时中即摆台北市长的选战拍了无轻松，除了疫苗采买争议，对手蒋万安搁出招。所以下个星期我们就会正式去告发。告发陈时中渎职啊！针对疫苗采买问题，蒋万安讲要去告陈时中，陈时中嘛回呛。我想要告人哈，当然是他的权益哈，他的一个行使在法律上的权益嘛哈，那我没有什么意见。除了疫苗，台北的900万支乌心快胎和台北市议员徐卡心话讲，爱蒋万安就任了，替市民讨回公道。也不过无当这个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加泼冷水。不知道他要用什么样子把它讨回来？难道要找讨债公司吗？当然要帮人民讨回公道，因为这都是人民的纳税钱。我们的职责就是监督政府，帮民众发声。进前做指挥官的陈时中参选台北市长，即摆对手一直拍疫苗采买问题，和台北市长的选战加添真济火药味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